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伫主日的早起时，咱伫网络顶悬同齐来敬拜上帝。当要开始咱今早起的主日礼拜，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或者是关做震动，毋通来干扰到咱做礼拜的时间。咱安静心伫上帝的面前。劳苦背重担的人，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着背我的担，对我来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下用，我的担真轻。咱来吟圣诗24首，圣诗24首。我心懊恼志关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
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列岛林内受苦，定时地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空洞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救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的启应。今仔日的启应文是45篇，伫圣诗后壁面，咱同齐来启应。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有啥物人通甲我比？恁举目看天，啥物人创造这的星？一声是上主。伊调集万军，算因的少爷。伊一个一个点因的名，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无一个无来。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上主无看到我的困境。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上帝无关心我的夙愿。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你敢袂捌听见伊是全地的创造主？伊袂野嘛袂先，伊的智慧无法度了解。野先的人，伊互因有怨气；软者的人，伊甲因加添气力。少年人拢会野先，勇壮的人嘛会跋倒。一声。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气力，因会亲像鹰鸟，天势飞悬，因行袂野，走袂先。这时，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听阮的宝贝，阮感谢你，感谢你对着阮的看顾、保守甲引带。感谢主，你予圣神时常提醒阮，甲阮三甲伫咧。听阮的宝贝，主耶稣基督，即时阮来到你面前，恳求上帝用你的圣神保护，洗清去阮身上一切的罪。主，阮恳求你，互阮会当知阮家己的罪，无论阮是显明的罪，也是隐捌的罪。甚至是阮自我掠做义的罪，也阁有阮无冷无烧的罪。阮拢恳求上帝，你互阮了解，会当看见阮遮一切的罪过。阮阁较要恳求上帝，你来赦免阮所有的罪，互阮会当诚做一个你用宝血洗清去的人，互阮清起阮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诚做你的囝儿，这是阮一生当中上介大的祝福。恳求主，你互阮抓着这个祝福，时时刻刻
真侪阮生活行大的准则，互阮会当了解阮所做拢要荣耀上帝你的名，互阮会当了解主耶稣你对着阮人生的意义。主啊，这时我要恳求你来光照阮，互阮会当了解牧师今仔日所要讲的道理，使互牧师有智慧甲气力，互伊所讲的真做阮正人的帮助。主耶稣，阮感谢你，阮安尼恳求、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共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有两位，是伫腓立比书3章第7到第8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现着我来读。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的，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甲伊看做损失。若安尼，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因为我看认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为着伊，我放散一切，看万事做粪扫，是要得到基督。第二位的圣经节，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到第5节。兄弟姊妹，我以前去恁遐的时，无用水的言辞，也是智慧宣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决定伫恁中间，什么都毋讲，只有要讲耶稣基督以及伊钉死伫十字架的事。我伫恁遐时，软弱阁行甲皮皮喘。我所讲的话，所宣讲的信息，拢无用巧妙智慧的言辞，是靠上帝的神的大能力来证实，是要互恁的信仰，毋是靠人的智慧，是靠上帝的大能力。愿上帝祝福听叹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音乐释放团来学乐，因为学乐的诗歌是“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彰显，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
界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春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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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音乐侍奉团用真水的歌声。接着咱要请牧师来为咱证道。恁牧师今仔要证道的题目是聚焦耶稣。各位兄弟平安，这2-3个月咱台湾对安尼无法度摕到这个疫苗到后来安尼咱台湾安尼得到日本甲美国这友好的国家安尼连续赠送疫苗互咱搁到伫咱安尼台湾企业购买这个疫苗来送互咱的政府搁后来是讲咱国内安尼一寡遮的政客将着这个注射这个疫苗的遮的副作用来甲伊安尼夸大等等遮的不断伫咧这个媒体伫遐来报送这个负面的遮安尼消息，直到咱侪百姓伫咧安尼买是
无爱注射疫苗，是讲伫咧安尼要注倒一种疫苗产生了侪的困扰。有人甚至互遮的负面的消息安尼所吓制，惊到毋知影要怎样如何是好。连一寡安尼咱主内的遮的兄弟，嘛拢对咧受着影响，心中安尼。毋管是对疫情是对疫苗，有迄种安尼莫名的迄种惊吓，煞袂记你主伊所讲的话。伊讲主讲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互孤单。搁较免讲安尼，伫咧迄个基督徒安尼，就应该凡事安尼注目看耶稣。因为撒旦伫咧即个世代安尼压落安尼，侪遮达款的欺骗，甲着遮白贼的政治，为着要互咱的即个眼光安尼伫遐来注目伫咧遮的负面白贼遮的消息顶面，煞袂记你安尼，着应该爱注心伫咧迄个信心的即个创始者，甲着完成者的耶稣基督。所以求主帮助咱。安尼，咱伫咧过来的日子内面，咱会晓得安尼倒转来注心看耶稣，无搁互遮的安尼负面白贼的消息来甲咱捆绑掉咧。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带阮保守阮安尼一礼拜久，也保守阮台湾安尼。伫咧即个疫情，安尼一步一步，安尼一直有控制落来。伫咧安尼，不管是伫咧印尼、马来西亚等等遮个东南亚的国家、印度等等遮个国家，因抑阁伫咧非常严重的时阵，祝你保守阮，互阮台湾会通安尼哪来哪减少即个确诊的人数。阮感谢你，也求主保守，互。遮个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韩国包括日本等等遮个国家，祝你稳定的神亲自施落伫遮个顶面，互遮个国家会通安尼，无阁继续受到即个疫情的安尼妨害，互因会通紧紧来得到解脱，无阁受到遮个。安尼疫情的安尼艰苦，愿你的神亲自施恩赐福伫遮个国家的顶面。那阮即时也愿你亲自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祝你家己亲自来开启阮的心，互阮会通听见主你所要对阮所讲的话。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叫做基督圣名，阿免。安尼自行看耶稣，会通讲安尼，伊迄个重要性，会通讲伫咧主的日安尼临到的时阵，到底咱是看重伫咧啥物？你所重视的是啥物？亲像咱怎样人来介绍咱的教会？有人伫遐来安尼介绍着。安尼，家己所属的教会的时阵，伊会讲阮的礼拜堂真水，阮的礼拜堂真水，真大间，阮的牧师真够讲道，感谢主，安尼我的喙，安尼喙齿真钝。嘛有人讲，阮的教会牧师就是迄位安尼伫咧电视顶真有名的某某牧师，阮的教会会通讲是灯光美。气氛遮的所在你来就会安尼会介意即个所在。阮的教会是某某人所建立的，所以阮的教会叫做某某纪念教会。阮的教会是安尼行安尼什物款的迄个小组的路线的教会。毋知影咱安尼是毋是安尼捌听过别人安尼咧介绍因的教会？这拢是互即个俗世体系安尼所影响的迄种看法，甲着想法。
要是要伫咧迄个教会中间会讲是安尼真普遍伫遐咧流传的迄款的讲法。佮别人安怎对咱的教会的第一印象到底是啥物？伫咱的心中，咱南洋教会到底是一间什么款的教会？咱所想的拄好在代表咱心内真正，咱所信仰的到底是啥物？期待咱的教会是一间有耶稣的教会，佮活出耶稣的迄款的教会，是一间互耶稣掌权的教会，是一间将一切荣光归予耶稣的教会。因为无耶稣的教会，迄毋是教会。但是现在冠名耶稣基督的教会无拢有耶稣。偌济安尼基督徒伊爱安尼踮伫咧即个俗世体系安尼迄款的中间，佮偷偷伫遐咧欢喜，甚至责备遐个安尼自信伫咧耶稣基督毋安尼按照即个俗世体系来讨合的遐个基督徒，只干因为因拒绝接受别人的教示。所以今仔日伫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保罗讲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的，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甲伊看做损失。保罗为虾米会安尼讲？减是因为撒旦所掌权的即个俗世体，互以前的安尼即个保罗看重这万事。认为以前所追求的对伊是有利的，安尼伊迄时所追求的，佫是啥物？保罗伊伫遐回顾伊家己安尼会出生的时阵，伊伫遐真勇敢安尼伫遐讲我本身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是安尼属便雅悯的支族。伊也捌伫。也捌讲起着伊迄个安尼以色列人有甚物款的安尼荣光伊讲起着讲伊是安尼上帝百姓迄款安尼成分有侪安尼迄款的荣光，以及遮个约，包括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等等遮个约，以及律法或者颁布甲着敬拜或者个礼仪。应允以及族长，甲着基督是对因来出的，这拢是保罗伊过去所咧追求的。对保罗来讲，亚伯拉罕的约犹原是有效的。亚伯拉罕因为相信上帝，互上帝称作义。后来上帝借着摩西安尼将这个律法赐予这以色列人。这个律法原本是会通讲是良善的、善良的，是圣洁的，是属上帝，用来要做教示，以及来约束，佮将着上帝无欢喜的这个罪来甲显露出来。保罗佮伊伫迄个中间伫遐讲律法将来都毋是用来要互人伫上帝面前来得到接纳的手段。现在嘛毋是，因为照着律法称义会废除上帝恩典，反倒会将迄个焦点安尼放伫人的迄个成就的迄个顶面。保罗所要表达的迄个重点在伫咧拯救的主权，不在伫咧咱，乃是伫上帝的手中。拯救的主权不在伫咱，乃是伫上帝的手中。亲像人无应该夸口，安尼伊有安尼行割礼，是讲安尼伫遐夸口伊无受割礼，嘛是讲亲像人无应该夸口伊有守安息日，是无伫遐无应该嘛无应该夸口讲伊无守安息日。伫咧宗教上的这个骄傲。毋是干那以色列人，是讲犹太人因的专利，
对保罗来讲，并毋是律法本身，乃是将律法当作人称义的迄款的根据来安尼诚做读个，所以伊大声伫喊话讲，应该爱说义，因为迄是伊过去伊所追求的。但是今仔日保罗伊讲，现今因为基督的缘故，我看伊做损失。安尼伫咱的一生中间有啥物货是咱所看口的？佫有啥物货是咱以前对咱来讲是有利的？到底是啥物咱需要互圣神来引带甲光照，互咱知影讲，咱过去咱所看口的，咱所看重的是啥物？互咱会通看出啥物代志是活伫咧即个俗世体系安尼深深，互咱受到伫迄中间受到影响，佮咱不知不觉甚至真恶的改变。我想应该咱安尼，若小可想一下，我想应该就是有关着名声、地位，也是享受，以及侪下遮的看法，也是观点等等遮的。那对名声来讲，保罗伊捌强调伊家己的出身，共款有人非常看重伊家己的即个家系，有人伫咧即个安尼，有人是高举伊家己的族群，有人是真看重伊家己的迄个咱讲头衔，也是讲伊的迄个名分。我就捌看过安尼有牧师非常强调伊是某某基金会，是某某协会，是某某病院的即个董事，是理事长等等遮的名称。伫咧伊的名片的顶面除了写着即个某某教会牧师，伫咧边安尼佫列安尼一大段某某基金会、某某协会、某某学校、某某病院等等的，或者各种的名，迄个名称伫咧迄个顶面，煞袂记咧上帝呼召伊是爱伊诚做上帝的奴仆。就算有安尼有任何其他的遮的名分、名称等等，这敢毋是拢上帝特别的呼召嘛？拢是上帝作为，无有啥物通好看重的。但是撒旦却是借着遮个，互人无自信伫咱的主的顶面。那论到伫地位的顶面，有个人伫咧即个政府的机关伫遐担任要职，是伫迄个竞选的时阵，诚做民意代表，是做了某某公司的真重要的即个位置。这个位置有一天拢是爱落来。毋是咱会通安尼一直伫遐占地伫遐咧毋放的，总有一日咱无伫迄个位置顶面的时阵，就应该要放手来交出原底咱原底有的迄款的权利。迄个权利毋是咱应该有的，只不过是干那暂时伫咧迄个顶面。咱应该要放手，互一寡少年的一辈来承担责任。这才是一个机关，也是公司一个成长的契机。何况安尼会通踮伫咧迄个位置，若毋是上帝恩典，也是上帝呼召为着爱要互咱会通诚做人的祝福，其实咱什么就拢毋是。若是安尼，咱国口安尼有啥物通好来争的？若是无意识到着即一点。安尼，即个人，安尼的人是非常的可悲的，因为当咱伫遐安尼伫遐咧追求消息的安尼，咱所追求的消息的时阵，咱会毋知影要如何是好。所以求主帮助咱伫咧即个地位的顶面，咱无搁伫咧迄个地位的顶面来受到限制，论到享受。有人安尼非常会晓享受伊的人生。虽然每一个人安尼对于即个享受的即个定义拢无共款，有人是强调伫咧即个食的顶面，有人是伫咧即个视觉的即个享受的顶面，有人是伫咧即个听觉要求非常的高。但是若是圣经伊甲咱讲安怎？伊甲咱讲有通食，
有通称就着知足。有偌尔啊侪人安尼现今游玩，安尼过着迄个摇巴肚的生活，敢毋是搁较应该甲因分享咱家己所有的嘛？何况若毋是上帝恩典，迄敢是你堪地来享受的嘛？愈侪的享受，就是互咱搁较侪的无用想要趁搁较侪钱来满足咱的迄款的虚荣心，来反转来破坏咱甲着上帝，以及咱甲着咱的厝内面的人，以及咱的亲子的这关系顶面。但是，迄拢毋是上帝的心意，迄是撒旦伫咧即个世间所野迄个俗世体系迄款的安尼政治，借着各种的虚荣心，甲着欲望互咱甲上帝关系哪来哪远。论到看法也是观点的顶面，伊受到侪即个意识形态所安尼左右。偌尔啊侪基督徒安尼圣经毋知影安尼看了几遍，但是上帝真理永远无法度改变伊迄个俗世体系迄款的心。就算上帝话语安尼读到熟悉，因为拒绝圣神的引带，会互因安尼讲，咱讲安尼目睭金箍箍却是安尼毋愿意来看，是毋愿意来行。因为即个世间的生命，互因的心目安尼痴迷，袂当看见迄个福音的光。对遮咱以前所看口的，以及对伫咱是有有利的，咱现在减有因为基督的缘故，甲伊将遮的甲伊看做是损失。是咱游玩佮欢喜踮伫咧即个俗世体系。迄个最终的快乐的中间，咱欢喜踮伫咧迄个中间。保罗怎样讲？伊讲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因为我看认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为着伊我放下一切，看万事做粪扫，是要得到基督。弟兄兄弟，一切事拢会过去。咱需要顺服圣神的即个光照，甲着引带，定心主神伫咧上重要即个部分来去得到即个幕后的即个奖赏，也就是主神伫咧耶稣的顶面来迎接即个幕后的即个大复兴。那兄弟，复兴是对耶稣来。复兴必须要靠着耶稣，才会通来安尼达到。复兴的目的也只有通是为着要互耶稣来得到荣光。伫咧幕后即个大复兴的即个中间，人要所要明白的是耶稣，绝对毋是迄个任何的人是代志，以及什么款的物件的顶面亲像讲。安尼认捌着啥物伟人，也是有名的人，复兴会甚至包括着迄个复兴的方法，是即个宗教，也是教派、教会等等。独耶稣是即个幕后大复兴的即个主角，是上帝国度的即个主角，是咱教会甲着咱个人的迄个上主要的迄个焦点。耶稣是咱学习的即个模范，是咱性命的迄个价值。亲像保罗伊所讲，伊宁可来放下一切，是要为着得到基督。耶稣是咱性命的焦点，耶稣也是一切的焦点。咱若是对圣经来看，耶稣安尼会通讲，圣经是迄个耶稣是迄个圣经的焦点。耶稣伫咧即个四福音的即个中间的迄个伊是四福音的即个焦点。伊记载着耶稣安尼伫咧即个世间的即个生活的见证。耶稣伊也是规个即个新约的即个焦点。所有的即个使徒、正使徒拢为着耶稣伫遐来做见证。
耶稣搁较是规本圣经的即个焦点。伫咧旧约或者的参悟预言甲应允，拢是指着即个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来临，以及伊所要带来迄款的愿望，安尼所诚侪即个规本圣经的焦点。侪遮个圣经的学者安尼意爱要连贯规本的即个圣经提出侪无共的即个主题的即个概念亲像讲用着应允是用着约是国度等等遮的，这拢是简单凸显了上帝计划的某一部分，却毋是规个计划的全部。上帝规个即个救赎的计划，就是互耶稣基督成做迄个道成肉体十字架伫迄中，伊伫咧十字架顶来代替咱来受死，以及伊对死而告活。所以规个圣经的中心就是安尼道成肉体，甲着得着荣光的耶稣基督，照着伊万物拢要完成。马丁路德也安尼讲规本的圣经，逐所在安尼简单咧论到着耶稣基督。耶稣家己嘛安尼讲就是圣经在为我做见证。圣经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互咱通来认捌耶稣，佮安尼相信耶稣。圣经安尼毋是为着要互咱增加咱的财物，乃是爱咱伫咧行道理的中间来得到利益，互咱的生命会通搁较亲像耶稣基督。圣经的教示嘛，无需要咱的同意是辩论，因为无论咱好认是咱同意，圣经的话语拢袂改变，圣经乃是需要人安尼凭着信心来接受。论到即个安尼复兴的即个焦点，耶稣嘛是即个宇宙的即个焦点。宇宙照着耶稣所创造的，也是为着耶稣创造的。圣经甲咱讲上帝有指定伊来做万有的即个继承人，佮有通过伊来创造宇宙。即个世界安尼照着耶稣创造的，耶稣也是万有的即个创造者。伊伫咧即个空虚混沌一片黑暗的中间的时阵，耶稣伫咧上帝的即个身边伫遐来做师傅头，创造了一切。耶稣也互即个无变成做有，伊是咱溃力的源头。另外一个经段更较清楚来讲明，耶稣是一切创造的即个中心。伫咧即个中间，伊遐讲到因为着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就是伫天顶甲着地上看会到的，甲着看袂到的，灵界做王位的，甲着主政的，统领者甲着掌管者，上帝通过伊也为着伊来创造万有。万有是照着是指着你讲一切存在的，是所有一切存在。因拢是安尼对拢是对伊，我靠伊，搁较是为着伊来被创造。迄个伊是指着咱的主耶稣基督。经文伫迄个所在伊伫遐煞只讲还未有万有以前，伊就存在；万有靠伊连结好势。万有伫迄中间，安尼是靠着耶稣来存在。万有是耶稣是迄个万有的迄个维持者，也就是讲，任何受造物若离开了耶稣，就会安尼，咱讲会崩盘分离是死亡。既然耶稣是迄款的万有的迄个焦点，耶稣也是咱即个被造物的焦点，敢毋是？咱活地是为了耶稣，若离开耶稣，咱就找袂到咱活地的意义。
只有耶稣是咱的倚靠，咱的焦点若是离开了耶稣，咱就袂会久长，佮受到限制。若是将咱的焦点放伫咧耶稣的身上，咱就安尼永远袂摇动。咱会通安尼，搁较会通安尼不断伫遐来经历咱的主耶稣，甚至咱的性命会得到一个搁较大的迄个突破。那伫咧即个对伫即个复兴的即个焦点，耶稣也是即个咱讲即个历史的即个焦点。耶稣是历史的开始，也是迄个规个历史的即个结束。伊是起头，也是煞尾。伊伫咧中间咱会通看见伊耶稣伫咧即个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一直活伫咧即个咱的人类的即个历史的中间。世界结束，乃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再临。伫咧即个历史中间，耶稣一直拢伫地。耶稣基督安尼，咱讲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拢袂改变。世间的一切，安尼世间的一切拢会过去，只有耶稣永远袂改变。只有耶稣通成做咱坚定的迄个倚靠，因为伊知影咱的过去、现在以及咱的将来，佮伊掌管一切，所以耶稣伫咧咱的历史的中间会通讲是咱历史的规个历史的焦点。咱也用一个更较浅白真普通的看法有一项事是所有历史学家所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耶稣伫咧咱的人类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的中间发挥了真大的这个影响力。所以现今咱的这个规个国际咱的社会有真侪国家伊所采用的这个咱讲纪年纪年的迄个标准，就是用着耶稣伊出世的迄个做纪年的开始。耶稣伊安尼出世进前叫做公元前是主前，伊的出世了后，加做叫做公元像咱今年就是公元2021年是叫做主后2021年。所以耶稣伫咧迄个中间伊的影响力，伊也无受到拘束，伫某一段的历史的即个时期，耶稣乃是安尼隐形的。伫咧末日的时阵，耶稣是迄个规个万国万民跪拜的迄个焦点。伊伫咧隐形的内面也同款，伊犹原是迄个规个敬拜的焦点。所以弟兄兄弟，既然耶稣是安尼一切的焦点，宇宙是照着咱的耶稣基督所创造的，万物拢是对伊来的，我靠伊，阁是为着伊来创造的。安尼，咱的焦点，如果咱离开将咱的焦点离开耶稣，咱就袂久长。佮受到拘束，佮焦点若是对，咱就袂会摇动，佮袂会咱安尼，咱若袂会摇动，佮咱会安尼不断伫遐经历着主耶稣伊会带领引带，佮互咱的生命会不断来安尼突破。所以，当咱的生命焦点需要搁一摆来重新来敲揣，互咱原本掠做本地对咱有利的，实际上却是受到拘束。这个俗世体系咱就应该互属上帝体系来替换，互咱安尼，啥物都拢毋讲，只有要讲耶稣基督以及伊钉死伫十字架顶的代志，互咱的信仰。毋若是安尼靠着安尼人的智慧，是靠上帝的即个大能力。那安尼时阵，咱就要经历着主耶稣伊所讲的，讲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会做搁较大的事。所以求主帮助咱咱会通安尼伫咧咱的信仰内面，咱
不时拢一直伫遐安尼注目伫咱的主耶稣，咱的凡事不管咱做任何的代志，咱都应该爱注心伫咱的主耶稣的顶面。就咱要经历到一个无共款的主，即个主伊要引带咱行过侪咱安尼认为无可能，但是因为咱有主的引带，拢要变做可能。求主帮助咱，也伫即个尾后咱牧师共款有提出3个问题，互咱搁一摆来重新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伫咧即个末后大复兴的时阵，人要认捌的到底是甚物人？佮什么的是咱生命中迄个上重要的价值到底是甚物？第二就是为什么任何才会受造物，若离开了耶稣了就会崩盘，是死亡。那安尼，我的即个焦点敢有放伫正确的位置？第三，耶稣伫咧即个历史中扮演了什么款的角色、甲地位？安尼伫咱的生命内面所扮演的，伊伫咱的生命中所扮演的，又阁是什么款的角色？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照着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互咱阁一摆安尼来自信伫咱的即个上重要的主耶稣的顶面，互咱的生命不断来得到换新，得到改变。求主怜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阮照着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主你帮助阮，互阮会通看清阮前对我感觉是有利的，但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阮要甲伊看做是损失。互阮真正会通看清楚一切做损失，因为当阮认捌主耶稣基督最上宝贝，就要为着阮的主安尼来放下一切，来将这万事看做亲像粪扫，为着阮要得到基督，因为基督是阮生命一切的焦点。主你是阮一切的焦点，互阮会通呢不断伫阮的生命中来将迄个原底放毋对的位置，阮会通安尼一个一个将迄个焦点来摆倒转来迄个正确的位置，伫咧主耶稣的所在。互阮不管是活地，阮做任何的代志，阮拢是为基督来活，互阮的生命不断来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14首，圣诗114首，第12届救主受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Hãy
请坐。这时，咱来进行感恩奉献。因为咱伫网络来聚会的关系，所以咱无实体受这个奉献。总是望咱的兄弟伫咱厝内，伫做礼拜的时阵，咱家己准备一个批录啊，通将咱每一礼拜的这个大献，甲放伫这个批录内底。等到咱实体的聚会时阵，会当摕来教会。总是咱若有实物奉献或者是有想到要特别的奉献时，嘛通甲牧师或者是干事家军来联络，来安排这个时间摕来教会帮咱各位兄弟来做奉献。若有需要，嘛是通用转账的这个方式，拢会使哩。请坐，所接咱来念今仔日的金句，伫咱的周报内面。若安尼，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因为我看认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为着伊，我放杀一切，看万事做粪扫，是要得到基督。报告事项。请兄弟来看。第一点，原定咱这个主日要举行圣礼典，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暂停一届。这届的圣礼典呢，咱会选伫10月初3，嘛是咱的释教纪念主日来举行这个圣礼典。所以疫情的期间，咱鼓励咱各个团体小组会当用网络的聚会来达到咱集体的连结甲彼此的关心。第二点，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咱无法度来举行实体的礼拜，得到咱会友的奉献较无方便。为着咱兄弟的奉献袂受到影响，所以咱若有需要，通请兄弟呢打电话给牧师或者是家军干事，事先来约定这个时间来代收奉献，互咱的圣工无因为疫情来受到影响，嘛通来共同成就上帝所约纳的这个圣工美事。以上所接咱是咱讲道的时间，咱三甲压头来祈祷。听阮的爸爸，主耶稣基督，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互阮台湾的疫情会当得到控制，这是你对阮的怜悯。阮知，真若无你的看顾，就阮人什么就袂会做。主耶稣，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主，你互阮台湾欠水的情形会当得到完全的改善。主啊，你知，当阮伫陷落这个艰苦时，阮整个的台湾为着水的问题，大家伫烦恼的时，总是这个时间，主你落出一个雨水，互阮解除这个困难。主啊，这是你对着阮的怜悯甲看顾，阮向你发出阮的感谢。主，我嘛感谢你，互阮为着跳电的问题，大家伫烦恼的时阵，你来互阮发电的问题会当得到解决。爸爸，阮知每一天的平安，拢毋是理所当然的。每一天的平安，拢是主你的看顾甲赏赐。主耶稣，阮来向你发出阮的感谢。主，我嘛感谢你，感谢主你看顾阮教会路人节执事、王一南执事、曾正润弟兄、张淑芬执事。主你看顾因辛苦的
身体会艰苦，主你嘛医治因，甲因三甲伫地。主耶稣，愿知你大量的手要亲自医治，甲因三甲伫地，看顾因，保守因，祝福因。主，愿感谢你。听我的宝贝，我嘛要感谢你，恳求上帝你安慰阮教会当中经济有需要、心内忧愁的兄弟。上帝你亲自安慰、保守，甲因三甲伫地。主，我嘛感谢你，保守阮教会当中阮每一位兄弟，互阮的每一天拢会当哪来哪亲像耶稣，互阮会当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人，互阮会当来见证上帝你的荣光。我嘛感谢主，你保守阮教会伫这个所在，阮设教要将近60周年，伫这个社区真侪一个光灯，求主你祝福阮这个教会，互阮会当真侪社区的祝福。愿感谢上帝，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吟上咏391首。阿老天顶主宰，上咏煞咱请牧师来祝祷。这是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照着你丰盛稳定，甲你的慈悲怜悯，感谢主，你的圣神不断来光照阮，来引带阮，互阮会通看清楚阮家己的生命的处境，也互阮会通来将阮生命的焦点会通来时常。来将焦点放伫耶稣的顶面，伫主你的顶面，也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命中会通，互耶稣成做阮的模范，互耶稣所行所做，成做阮所学习的对象，也借着圣神的感动引带，互阮会通来看明圣经的话语。互圣经成做阮的准则，也求主怜悯帮助阮，互阮会通安尼时常照着基督，互圣神来不断来引带阮，来安尼教导阮，互阮会通安尼，互阮的生命活出，互主耶稣成做阮一生的主，主耶稣成做阮生命中。迄个坐王位的，阮伫阮的生命中掌权，佮互阮的生命不断来活出，来将一切荣光归予主，归予耶稣，安尼迄款的生命，求主帮助阮。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佮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灭道避讳。